后来继续看民众党，这个大问题是党主席由黄国昌来代理。早起一透早，也是维持着前主席大问题的习惯，伫7点半开例行的早会。除了讨论党主席的改选，嘛宣布讲会来设立着司法正义工作小组。记者问黄国昌有甲大问题交接啥物代志无？黄国昌是顿定无讲话。这议会证据有跟你交接什么内容吗？听到问题随顿地，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吞吞吐吐，嘴唇闭一个，要讲哪唔讲。其实不用太多的言语，我们彼此都知道，在柯文哲前主席他的带领下，党的精神、党的价值非常的清楚。我们会延续着接代理党主席重大责任的头一天，赶快维持前党主席大问题的习惯，7点半就来开早会。北方点名写大问题的8字箴言，心存善念，尽力理会。代理主席黄国昌坐伫咧中，以及主管副秘书长柯虎，都算这一路行甲坎坎坷坷，共款流程。会议讨论党主席改选的事项，涵盖要成立司法正义工作小组。那其中包括了我们会在中央党部设立司法正义的工作小组，不仅仅是在声援我们柯文哲主席，我们要防止未来的台湾的司法程序可以被政治力所介入。就算大问题已经变做前任主席，民众党共款念甲安，就惊检大问题后一步会面对真济困境。不到1天的时间加入3000位，这确实在比例上非常高，一度有一点卡住了。民众党支持者伫咧社群媒体抛出入党或者是中心党员的掠图，党内尽全力要甲大问题实质的伤害降到上低。黄国昌暂时甲重大责任打落来，后一步会如何发展，都可见众人的智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